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攀升。据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网站消息，东突厥斯坦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3例，累计45例。截至2月8日24时，东突厥斯坦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5例，维吾尔自治区37例，生产建设兵团8例。其中确诊病例中，乌鲁木齐市20例，伊犁州10例，昌吉州2例，吐鲁番市1例，巴州3例，阿克苏地区1例。现有重症病例10例，非重症病例3例。目前尚有304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另一方面，据中国官员说，来自中国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市的至少99人正在东突厥斯坦阿图省市的2家旅馆隔离。由于该地区至少有180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东突厥斯坦面临着更大的冠状病毒危险威胁。专家担心，这种病毒传播到营地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死亡。中国政府以所谓异地就业名义下，把维吾尔年轻人转移到中国省份做廉价工人。根据东突厥斯坦新闻社的报道，据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2019年共有74700人以再就业的名义被安置在劳改营。当局在官方宣传中声称，这些人在接受再教育营以后才得到了就业机会。但是，东突厥斯坦集中营里的强制劳动已引起了国际关注。据报道，最近2年在和田地区喀拉喀省县开设了22家工厂、330个车间和420个所谓的职业培训课程。人们在这些地方被当作奴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指责欧盟对美国的商品施加了难以置信的壁垒。他表示，现在是时候与欧盟认真谈判了。特朗普与美国各州州长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上说，一直以来欧盟对待我们的方式都很糟糕。他指出，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以及与中国签署了第1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下一个谈判对象可能就是欧洲。我们非常认真地与他们进行谈判。在过去的10到12年中，我们与欧洲的贸易逆差很大。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起诉了4名中国解放军黑客，并公布了他们身着中国军装的照片。他们盗窃了1半美国人口的敏感个资。司法部长保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在这里宣布对中国军方黑客的起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名成员。他们涉嫌侵入信评机构易速传真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近1半美国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以及易速传真来之不易的知识产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多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对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的巨大胃口，包括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盗窃人事记录，入侵万豪酒店和国歌健康保险公司，如今又是易速传真的大批量信用和其他信息。这些数据具有经济价值，窃取的信息可用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和情报瞄准工具包的建立。土耳其外交部发出旅行警告，建议计划前往东亚国家蒙古的土耳其公民注意自身安全。在该部的书面声明中指，蒙古当局认为在令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对蒙古来说是高风险的，因为蒙古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密切且相互往来。声明中还指出，在蒙古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都关闭到3月2日，以防止蒙古可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流行。